旧年7月，各地头拢会办普渡，伫新竹动物园也特别准备动物平常时爱食的菜色果子，甲动物园内面往生的动物办谱，表达对因的追思也有感谢。是不是这个平面啊？穿好动物平常时上爱食的青菜水果，还有一包一包的饲料，才准备普渡拜拜物件。 是为着要感谢过去在动物园内生活过往的动物。我们准备了很多不同动物的吃的饲料，像鸟类啊、爬虫类啊、哺乳类啊的饲料，然后还有一些牧草，有新鲜的，还有干草，还有准备一些水果。那主要就是说让大家来纪念一下、怀念一下我们这些动物。都已经表示说，我们现在人跟人的关系已经扩及到人跟动物的关系，所以这背后还是一个。 万物就动物也有灵，跟人的死去一样哈。动物园讲过去一寡动物就亲像亲人共款，所以希望因在另外一个世界，买当食饱饱过着好生活。学者表示，不管是普渡好兄弟，也是动物，其实拢是代表尊重生命。我们的民间习俗信仰里面蕴含了，我们是对要好好善待世间万物啊。 那包括我们不认识的这种陌生人，那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啊，就是说大家都相信啊，鬼月有很多的禁忌，你如果不好好善待他的话，这些好兄弟们很可能会来侵犯你，会有可能来嫁祸于你。除了动物园，中原即天在新竹科学园区，会当看到厂商大家拢在门口为用准备普渡的物件，希望用上诚意的心来祈求平安顺遂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